Hello，大家好啊！萬事唔使驚，Michael 幫你 plan。不知不覺，2026就已經過咗一半啦。香港都已經回歸咗29年啦。我哋翻返轉頭望一望，才發現珠海中山嘅樓價已經跌翻到2017、2018嘅價錢啦。所有人都怕買錯樓，怕買完就會蝕，怕買完就後悔。好多想買樓嘅人呢，都會問樓價仲會唔會繼續跌呢？咁其實我想講嘅係，如果你未買樓嘅話呢，你已經比早些年買咗樓嘅人都要幸運。如果你係打算買層樓自己退休養老自住嘅話呢，而家嘅樓價你其實係可以入手嘅。今日就同大家傾下偈，同大家分享一啲買樓嘅一啲心得同埋建議啦。咁首先第一點就係，我哋千祈唔好去盲目投資，唔好跟風去投資。當今社會絕大多數人嘅投資理財方式就係買磚頭、買物業、買商鋪、買公寓、買寫字樓等等啦嚇。咁其實市面上有好多物業都係唔掂得、唔值得你去投資嘅，都係一啲垃圾資產嚟嘅。咁依家嘅大環境大家都好清楚啦嚇，短期內樓市係睇唔到普遍回升嘅信號嘅，唔係話所有物業都唔保值，而係依家嘅房地產市場兩極分化得好嚴重。核心地段配套唔錯嘅樓盤，佢嘅價錢就企得穩，就仲算 OK， 有人肯接手。偏遠郊區冇乜配套嘅樓盤呢，就真係慘不忍睹啦。想揾個買家都揾唔到，想揾個買家嚟睇樓都難啊！依家買樓唯一可靠嘅途徑就係自己住，係啦。正如阿爺所講，住房不炒。例如你退休啦、度假啦、想換個環境啦、上嚟大灣區居住啦，係啦。咁你係有一個真實嘅自我居住需求嘅，你再去睇樓，再去考慮買樓，究竟係買中山定係買珠海？我諗第二點就係買樓一定要注重呢個樓盤所在區域嘅一個流通性。簡單啲嚟講呢，就係呢一個片區喺呢個城市究竟受唔受歡迎啦？附近有冇人喺度居住生活啦？係啦，有冇人願意買呢度嘅樓啦？等等。咁啊，真係好少話會有人會喺一套樓裏面住一世嘅，即係意思係我買一間屋我就喺度住到死。咁啊，其實喺我哋內地嚟講呢，係好少嘅。我哋內地平均嘅換樓週期呢，係10年到12年，我哋就會換一層樓噶啦。咁一層樓佢最好嘅一個出售黃金年齡呢，係5到8年。呢啲都係實打實嘅成交數據嚟嘅。咁啊，依家珠海好多二手小區、舊小區掛牌咗2年都係冇人問津嘅。咁啊，例如一啲遠郊冇配套、冇交通嘅樓盤，老破小、老破舊、冇電梯嘅一啲樓盤啦嚇，上得手係好難嘅，就算打骨折都好難賣得出去。咁啊，呢啲物業大家就盡量要避開，唔好去揀啦。否則你買嘅時候會覺得好平，但當你賣嘅時候，你就會知道咩叫做有價無市啦。好啦，咁第三，同一個片區能夠買新樓，就唔好再考慮買二手啦。買新唔買舊，先至係而家房地產市場絕對嘅硬道理，絕對嘅真理。更何況而家都已經係新規第4代住宅嘅時代啦，就好似手機、汽車咁，新款一出，舊款嘅自然就會貶值，自然就會淘汰。所以喺同一個地段，同樣嘅配套，新樓到二手樓嚟講呢，依家簡直就係降維打擊。第4點，唔好輕易去相信任何長遠嘅大餅、長遠嘅規劃。我哋要睇都淨係睇落咗地嘅一啲配套。咁啊，好似當年衝住深珠通道走去買唐家北圍嘅朋友，衝住寶十琴概念買寶瑞區嘅朋友，衝住橫琴去買濱海商務區嘅朋友，依家個個都係吊住喺度，賣又賣唔出，打骨折都冇人問。好啦，咁有啲規劃咧就講咗1年又1年，望到頸都長晒，遲遲都唔兌現。例如樓下嘅商場講咗話幾時開業啦，樓下嘅呢條路幾時通車啦，樓下嘅呢間學校幾時會起好啦，樓下嘅呢間醫院等等啦，幾時會起好啦？等咗幾年入住咗都未曾落實嘅，所以呢啲咁嘅規劃咧，我哋聽下就好啦，千祈唔係當真，係啦，一定要睇佢依家究竟落咗地未，開咗業未，否則到你有一日到你去要賣樓嘅時候，可能分分鐘呢個規劃都未動工啊！
好啦，第五點，我哋如果要揀三房嘅時候呢，睇樓睇三房嘅時候呢，一定要避開啲一個廁所嘅三房，唔好再去揀呢啲一個廁所嘅三房單位啦。再平都 pass， 再平都冇用，foul咗佢。因為依家啲新樓呢，實用率係越做越高，80幾個方就可以做到2個衞生間，啊，90幾方有啲可以俾到4房你嘅，係啦，一個衞生間嘅戶型呢，早就俾市場淘汰咗啦，係屬於實打實嘅戶型硬傷嚟嘅，以後想轉手都有啲困難。好啦，第六點，最後一點，如果你曾經喺大灣區住過，係啦，想換一間大啲嘅舒服啲嘅樓嘅話呢，咁你就千祈唔好去啲剛需盤度睇樓啦，千祈唔好喺剛需嘅盤當中去揀到大戶型，咁樣個戶型好尷尬嘅，因為剛需嘅人呢又買唔起，因為太大啦嘛，總價高，真正想改善嘅人呢，佢又未必睇得啱，所以呢，改善買樓呢，越純粹越好，小區裏邊嘅小戶型越少越好，起步面積越大越好，係啦。咁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